穌復活一直被視為人類歷史甚至宇宙中最重要嘅事件。佢唔單止係一個宗教奇蹟，更係全球26億人共同信念與盼望。一次以穿越時空，透過影視、展覽同沉浸式默想，見證耶穌基督受難現場嘅震撼。邀請你參加中華聖經文物館基督展館影視展覽《到靈裹屍布元大複製品》，殘酷刑具公開展出。呢度每一道嘅傷痕都訴說着一份超越時空嘅痛，呢度每一滴血跡都見證住一份你想象唔到嘅愛，導賞耶穌嘅痛愛，預備基督嘅再來。中華聖經文物館基督展館影視展覽專題限定，現已公開接受報名。